今仔日的课文。好，好的，好，来哦。来，迄个课文位置。OK， 好，来，咱来行一下吼。课文56。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来，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后摆迄个人类啦，当时这拢甲克哦，哈。来，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人，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伊赐因有权。正做上帝的囝儿，有权哈，正做来。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某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OK， 来，过过 ，OK， 道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即句话是今仔日我要讲的。道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过来，next， 过过，好来。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今仔这个是新的人呀。伊对伊满，是安怎？伊对伊满满的恩典，恩上加恩祝福，互咱大家。OK， 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OK， 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OK， 好，我想今仔日的时间的关系，我遮介绍3位咱队友呢已经念面要过学期要结束，要过登去中国3个中国的高学生，让大家看一下好吗？给你欢迎一下，来，请你们站起来，大家欢迎你们哈。好，请坐。那你们可以到8楼去了。真多谢理解这中国的学生，即阵因转去，甲因出来的时，几个月前出来，到即马6月因要转去，因的生活环境会无共款，真正变化足大。通过即个中美的经济，其实这已经毋是经济大战，这是第3次无共形态的世界的战争。这边台湾的选举，总统的选举嘛是台湾倒来的战争，价值的战争。OK， 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咱今仔来吟一首诗，好无？万国万人拢有一摆，468首。三体祈祷，伫你的心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价值，你咧追求啊无？人绝对要有一个真悬的信念、信仰，然后你依直直的活，60年、80年，
然后你直直咧追求迄项事实现，迄个叫做你的信仰，叫做你的价值。你活就是为着迄个来咧存在，若无你甲别人拢共款。468首，好来。这是一个宣告，这嘛是一个信仰的反省。来，一句一句来。万国万人拢有一拜，我心归主是应该。真假善恶是上道正，道德里我都一边，万代目标定心立志，行力行同也随便，你所经选赶紧决定，要点么暗夜光明。咱三下来祈祷。小胆的人唔敢面对新的真理，面单只有满足一半的真理。骄傲的人掠做家己人物拢总的真理。至善的主啊，求你拯救我，互我用谦卑的心，勇敢探讨你丰富甲奥妙，刻伫这个大自然，刻伫这个你所创造的世界。恩典的主啊，求你互阮会当用学习的心，伫别人的生命中看出上帝伫别人的生命稳重比我更较丰富的人生，嘛伫别人的生命内面，我看到我拢无的另外一面的真理。愿真理的神伫阮的中间带领阮永福教会，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闭眼心，开始早起的敬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用喜乐、欢喜的心、感谢的心、爱的心，咱三个吟这首歌。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咱的手三个来拍拍，我来学主。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对那顶到永永远远。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咱拢是一家人，对那顶到永永远远。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咱拢是一家人。就是邀请咱互相起立，咱互相来请安。请恁你头前后壁行5排以上，咱的兄弟互相来请安。因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咱要互相来听透。互相来请安，互相来关心，互相来明白。平安。当咱三个主席的时，咱要将一切荣耀归伫咱天顶的爸。请咱游玩来吟这条诗歌。来。一切荣耀和乐，拢
为我主我的心，你是他的保佑高楼，他万多小楼，个不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来，你手接我来。哦，老主哈利路亚，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老主哈利路亚，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这边来，好，跑到来。一切也要拢为我主我的心，你是他的保佑高楼，他万我小楼，个不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来，这边来。哈利路亚，预备。哈利路亚，请坐，请坐。请坐，问咱一个问题：啥事今仔日礼拜日，你会坐伫遮？你无伫厝诶，伫遐咧补眠，你无甲你诶朋友出去佚佗，因为你较无主，你要来亲近主，因为你知影耶稣疼你，请你你隔壁人甲伊讲，耶稣疼你。啥事你无伫厝诶看骨 TV， 家己做礼拜就好。你遐坐伫遮，大家互相来请安，互相来问好，因为你知影耶稣爱咱彼此相疼，所以你隔壁人讲，咱爱彼此相疼，无彼此相拼。咱爱彼此相疼。当咱彼此相疼时阵，你就知影咱无孤单，因为耶稣疼咱。所以咱用这条诗歌，咱送甲来勉励：耶稣疼你，耶稣疼我，咱无孤单。哦，对他未来，心静下人知，耶稣你疼我，这事我知影。哦，相思的路。谁人通我过？耶稣你疼我，我一生问我，我若无大无我，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无遮。我爱亲近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疼
咱三个来念。这礼拜牧师要甲咱讲道的主题，三个来念三来，真理为真理活出真理，搁一遍。后礼拜要考试，搁一遍三来，真理为真理活出真理。咱要安怎样来活出真理？这是这礼拜拜一拜二，咱教会做阿妈级的兄弟，因来到教会伫遮包肉粽，因拢总包800几粒的肉粽，因毋是要包当去互因厝的囝儿食，因包出来肉粽是为着要做啥物？义卖，要筹募咱教会的精灵关怀协会基金，来照顾怀弱势细囝，来照顾怀孤单的士大人，因伫遐包肉粽。因咧行啥物？行真理，因为照顾怀逝世，照顾怀咱边仔看会到的逝世，看到会到怀弱势的人。所以行真理，毋是爱做真大的代志，毋是纯爱逐个人像牧师共款坐飞轮机出国去，因为检查咱无迄个才调，总是上帝赏赐咱每一人无共款的恩赐甲才能，你会当对你身躯边的人来关心因。当因包好肉粽的时阵，伫遐祈祷献互上帝，因为即个肉粽是要献互上帝。当你摕到即个肉粽的时阵，毋是伊的价值，毋是伊的价钱，是伊的价值。牧师里头先甲咱讲，咱人生的价值是伫倒位，毋是咱人生的价钱是倒位。即个肉粽偌济钱已经无重要，因为伫上帝来解讲内底，伊就是无价的，伊就是无价的。所以伫遮，等我把这消息报出了后，足多人讲我敢会当订？吼，今年已经卖完了，明年趁早。总是明年你才是要订检查，还佫有愈济人来包肉粽。吼，我今年好好来学看卖一个吼。所以呢，因为嫌粽叶都还袂晓洗，就要包肉粽。吼，来，所以呢，我想还佫有足济代志，咱还佫有学习的空间。吼，所以伫遮真正。当咱要唱这条诗歌，愿咱为着这个土地诚心祈祷以外，除了祈祷，爱阁行出来，行检查无真困难，就是对你四周围的边的人来做起，请你隔壁人讲无困难，咱做伙来行，咱做伙来做，是无困难，咱做伙来行，做伙来做。咱来三个来唱这条诗歌，为着这个土地，咱诚心来祈祷。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能更转的变就。为这个城市，我向你找寻，愿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愿全念阿弟妹，愿你无共你，愿颂扬甲理想，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念阿弟妹，愿你无共你，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来用祈祷的心来敬最后一遍。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能更转的变就。为这个城市，我向你找寻，愿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愿全念阿弟妹，愿你无共你，愿颂扬
请起立，这是咱用上帝赐予咱的十条诫来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十条诫，第一诫，我以外毋通有别的上帝；第二诫，毋通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地。毋通敬拜因，毋通服侍因，因为上断毋永远用别的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世代，听我受我诫命的，我是阮互伊直到千代。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就记伫安息日守伊的诫。独独第七日是算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奴婢、情使，伊个点伫恁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宇宙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祝福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守护你的地，得着久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行奸淫；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我就为伊个为厝边一切所有的，这是咱永远徛咧，咱做伙来祈祷。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慈悲、赐福满满，互阮人类伫世间享受一切的神。阮敬拜你，我学乐你，因为你就是遐尔疼痛阮世间人。总是阮知，阮的行为，阮的内心常常陷落伫
罪恶的中间，因为阮出生伫带罪伫阮的内面，但是你也想出阮有怜悯有好的疼痛，互阮常常按你的旨意来得到认罪，得到悔改来洗清阮的罪阮有缘嘛要大大来感谢你这是阮的妇女团体有去东部宜兰灵修旅游，这时阵嘛有缘伫罗东教会伫遐献诗，伫遐做礼拜。主引带因这2天的行程，会得到好的引带有得到你的祝福，互因去转来拢顺遂，拢平安，拢得到欢喜快乐。下主日也是咱教会的圣灵降临的节日，主你用圣灵来分别我甲咱甲世俗人无共的所在就互阮诚做你的囝儿，也分别做成下礼拜拜五阮也有分区的联合礼拜，礼拜日嘛有伫教会收圣餐来纪念你，主甲阮伫地准备阮的心，互阮时常甲你亲近。是说嘛进入6月、7月这炎热的日子，主叫你互阮的身躯得到健康，得到白毯进行。主，阮知阮的身心灵常常嘛会有病痛，有无拄好的时，主，阮知你永远是阮的倚靠，互阮知影安怎来保守阮的身躯。若是身躯白痛，是心灵是困着的，主也叫你甲咱大家来同在，互阮得到教育的安慰，激励阮安怎来修阮家己的身躯甲心灵得到好的保守，因伫厝里有缘嘛受到你的照顾。今仔日这礼拜日阮也感谢你你引导阮的脚步来到你的殿堂，阮伫遮三甲主日三甲来吟诗学乐。但是阮知，阮世俗的代志也真侪在困扰阮。自即时，就你的灵进入这个所在，也进入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躯内底，互因得到平安，互因得到安静，伫遮来领受对天你遐来的信息，互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日子也得到好势，阮在礼拜进前，阮就安尼来恳求、祈祷，求你降临伫阮的内底，奉主你的名求的，阿免。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用上帝话。上帝话启用文第56篇，也是约翰福音书第1章所写的。我来启请大家来应答。创世以前就都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
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你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就是人的光。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在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行为做上帝囝子，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毋是对上帝生的。都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像稳定甲万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地托伊的囝走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温上加温顺。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耶稣上帝。愿上帝话，互咱有新的启示。这是咱做伙来念今日的圣经。今日圣经在有3位拢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一位是伫约翰福音书第1章第4节，第2位是伫8章32节，第3位是18章37节、38节。咱做伙来念。第1章14节，都正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故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的荣光。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恁自由。第18章37节，彼拉多就问伊讲：安尼，恁是王嘛？耶稣应讲：你讲我是王，我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要替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听我的声。38节，彼拉多讲真理是啥物？讲煞，佮出去就近犹太人，甲因讲：我看伊无罪。以上上帝话遮做咱今仔日来敬拜的主题。咱做伙来念今仔日的金句。今仔金句就是拄则咱念的第8章第32节。第8章32节，咱做伙来先念台语吼。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恁自由。过来一解，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咱华语吼，咱来念一遍。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咱圣歌队要用圣诗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来引带咱默想咱甲上帝的关系。
感谢汉信歌队的演唱。这是咱的牧师要讲传讲信息是真理，为真理活出真理。请牧师。兄弟平安。逐摆出外，逐摆搁相见面，迄是欢喜的代志。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侪教会伫咧追求，伫咧听候圣神。问题是，什么叫做圣神降临？基督徒伫咧期待圣神主啊，愿你的神甲我三甲同在。这个上帝的神有定定甲你成做一体结连，也无迄个连结。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讲，道诚侪人，道诚侪肉体点伫人的中间。道是上帝极奥妙的道，总是伊个成做肉体，佮点伫人的中间。讲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迄个奥妙的上帝伫人的中间，伫遐有充满真丰富的恩典甲真理，丰富的恩典甲真理，圣神真欢喜。今仔日若照今仔日的周报，总会定今仔日提醒所有长老教会的信徒：你若是你若是上帝的囝，伫耶稣基督这个国度内面伫活的人，你要做上帝的囝。你就要落实信仰伫真理伫生活，然后一年一摆反去基督徒，你对于你所徛起的环境有责任。信仰爱道成肉身，点伫你的中间，点伫你的周边，互你的土地爱注意敬拜上帝的人，毋是干那热心祈祷、学老、读圣经。然后咧追求讲几摆圣神充满，互圣神有拍倒落去无？我甲你讲，迄个拢是一个影，遐个影了，你望着上帝的慈悲了，你还阁倒转来伫即点。有真侪人讲，我一世人毋捌互圣神甘迄个拍着，毋捌讲方言，总是直接就进入伫即点。不管你对倒位来，行去到伫迄个信仰的上核心，活出上帝的国度甲真理，伫你的世界，伫你的生活，伫你的家庭。所以今仔日毋望唤起咱倒转来照顾上帝的造物，毋通破坏环境。做基督徒袂使随便留粪扫伫你徛的所在，伫你坐过的所在。做基督徒就爱保护你的厝，保护教会，保护你的办公室，互伊变做一个真水的所在。信仰爱转化变做生活，这个是真理的呼召。拄则真多谢圣歌队带咱，伫遮咧讲恳求永活主圣神。定心充满我，破碎、塑造、锻炼、动用，恳求圣神伫教会运行搁做工，暂愿尽心求合一、和睦、三疼痛，牺牲、谦卑、克己、分享，恳求永活主圣神使阮听。甲毋望，圣神来直咧拍破咱，然后互咱直咧甲别人会当有一个连结，甲别人有一个关系，甲你周边
这拢是上帝的世界，这是耶稣基督的世界，无容允任何势力甲破坏。然后你有成做迄个中间的一份子啊无？这边去瑞士，一个目标是，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口号 ，Health for All， 爱为着全人类的人的健康。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因咧开什么会是为着世界每一个人的健康 ，No one behind， 无任何人受忽略，无有任何人受忽略。总之，一日敢毋伫遐咧发。总是，才开始发生一个问题。台湾2350万的人口，竟然无永稳伫迄个所在。整个大会的宗旨是讲，咱的存在，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存在，是要为着全地球每一个人的健康来设想。当口号伫大会，逐工踮啊伫咧，阮拢摕迄个衫，阮拢摕遐个袋啊，拢是即个口号。总是即几年哪来哪严重？大会直咧摆脱台湾遮个人，所以咱哪来哪袂当参加，哪来哪袂当参加？因为背后有一个势力直讲，因无资格入来，因无资格入来，因无资格入来。然后遮个人徛伫遐，台湾咱也无伫遐出声，咱会互世界忽略去。你有看到遐一个椅仔，正边图遐有一个椅仔，今早开始人咧讲三脚椅仔广场，我拢毋知咧讲啥，因为我第一摆，我过去我拢走联合国迄边，这是我第一摆走澳洲。因拢讲三脚椅仔广场，啊，真大的一对椅仔伫遐，兼一支骹长起来。所有 NGO 的团体拢伫遐组织，然后伫遐才发觉，迄三脚椅仔。长一支骹，应该是4骹拢爱好势，才会长一支骹。原来才有一个记号是，要安怎样解除第一次大战了后，第二次大战了后，真侪所在，伫过去的战争拢有带迄个炸弹，啊，迄个叫做迄个地雷，啊，真侪战争煞啦，地雷无清掉。所以遐人民踮咧行，毋知影嘣一个人死，嘣一个手断骹断。所以迄个椅仔伫遐伫咧提醒世界所有的组织、世界所有的国家有责任，爱尽所有的力，运用所有的资源来清除地雷、炸弹，互人民安全通徛起，无发生不该有的不幸。口号拢真好听，嘛有侪人安尼咧做。总是声势伫大会拢伫咧讲即个口号，咧讨论遮个目标。然后2350万的台湾人故意直直互人排除，因为背后有一个歹人，叫做中国，直直甲台湾杀出去。过去即个组织直直受伊影响，我要甲大家报告，今年开始无相像，真侪人开始咧话讲无应该，无应该。咱若无出咧发，议题怎啊消失？台湾人怎啊无去？即摆问题是，
啥人会当斗阵来喊话？这是开始组织全世界所有 NGO 的团体组织，然后看到遐台湾人伫遐穿这个衫，旧年穿这个衫，瑞士的警察挖来，讲恁这个衫袂当穿，因为中国的 spy， 阮边仔遐都拢 spy， 中国的 spy 伫遐，因旧年抗议有效。所以一寡朋友因穿的衫，互强度脱起来，旧年变做一个足严重的国际事件。大人咱仔来发讲 Health for all， 咱无互台湾人，无注重台湾人的卫生，传染病，东西遮台湾也破去，规个亚洲都破去。啥事咱无注意迄个，然后佫用公权力介入。受中国影响，所以今年阮就拢会当穿即个衫，公然伫遐爱诚做一个对照，诚做一个对照。口号宗旨遮尔水，但是咱的实际生活、实际的现实面怎样？例如今仔日我点即个是讲，你的信仰甲你的实际有结合啊无？若无，迄是一个破壳。台湾的存在，诚做检验联合国的检验剂；台湾的存在，诚做检验世界卫生组织的检验剂。互恶势力较赢吗？还是改变恶势力三甲为着即个上帝国、上帝的造物，即个宇宙的良善，逐个人三甲来 ？Health for all。无应该有任何一个人受忽略，每一个生命拢是上帝目睭中看做宝贝，无有人应该受放伫后面，无人管。你看，即个3+1啊，对面就是联合国所有的国旗。当阮一群人行到伫遐的时，因为一寡中国的 spy 原来拢伫遐直咧甲有关单位直咧骚弄，所以警察原来挖来，因为阮一群人，警察就行对我较缘投的款，抢也要抢我，去用念也念我，警察问也问我，所以我转来是规身躯拢无钱，去用绑了了。我都爱甲秘书借钱。警察我来讲，恁身躯有啥物物件？有啥物政治的宣传？恁有啥物危险的物件？警察爱阮摕身躯的证件，我就摕互伊看。阮拢足善良的百姓，阮来即个遮参与遮尔要紧世界卫生组织，三甲追求即个宗旨的实现，阮是遮尔有疼心的人。公共的警察就甲阮互相握手祝福。我想中国的 spy 原来真泄气，然后伫遐有一排人。对欧洲来的，对美国来的，对逐所在去的所有的人，所以台湾人伫全世界拢伫咧努力，要安怎咱的问题、咱的苦痛、咱受打压，这个声得甲要互世界看到。今年我要出去以前，直通过各种的方式，请蔡英文总统得甲要举行世界国际记者会，但是伊直无做。不过今年有真大的突破，卫生署陈时中部长、外交部所有交团拢有拍一条路伫遐。然后佫有迄个咱的什物步步车，哇，伫瑞士日内瓦踮遐咧走，咱佫有三轮车，真水的三轮车伫遐咧走，所以变做一个真大的，逐个人拢看会到。伫正平，遮一个，阮阁拜访伫遐 NGO 的一个天主教
伫咧协助所有的难民，协助所有受压迫的人劳工。结到即个神父做的时，神父就随时就点台湾的海员，台湾伫海中有真侪暴力，有真侪艰难。咱的问题，咱毋知，人伊拢知。因为侪人拢伫透过教会用真侪模式，是咱看袂到的方式，伫咧要斗解决世界侪人的苦难。到底基督徒咱的信仰，敢若拢秘伫厝内底祈祷，看圣神有甲我充满无尔吗？还是要有一寡行动？面顶中遐是欧洲的一寡无邦交的外交人员，拢直直咧甲咱接触。下骹遐是一个国际新闻媒体，咱直直往世界发声。然后你看到今年所有为着台湾发声的国家，哪来哪普遍，哪来哪普遍。耶稣讲，恁要捌真理，然后即个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恁要捌真理，即个真理，若真正互你捌着啊！你若真正忘着真理，我甲你讲，你有一种的动力，是任何力要甲你挡袂牢。当你若有一日你发觉你要为着某一个物件活甲别人拢挡袂牢，我甲你讲，你迄个时、迄个 moment， 你才会当讲，我真正踮伫真理的内面。你若拢无迄个想要做良善的冲动，我甲你讲。真理甲你还佫离真远。你真正捌着真理的人，忘着真理的人，你有迄个挡袂牢，你有迄个挡袂牢。你讲你很爱干净，你足爱清洁，你爱即个厝内足清气，但是你看到别人咧乱弹，你拢无反应，甚至你家己佫乱弹，你佫无反应，无觉着。那安尼你就讲你偌爱即个环境，偌爱 ，no， 迄拢是讲起毛的尔。但你若真正看见别人伫咧担物件，你有迄个挡袂牢。你甚至故意行去伊咧等，故意行去伊头前，捡起来互伊看，那嘛拢无要讲半句话。你开始有一寡行动，迄个行动表示。你有伫咧实践你的理想，行动伫咧证明你有伫咧实践啊无？那连你家己佫放参落去，我真爱即个环境偌好，但是你经过的所在佫拢乱七八糟，行过伊啊歪一边，你也佫拢袂去瞧，你咧甲我讲你安？耶稣到要死以前，面对彼拉多的审判，因为一个足典范的问甲答，你是王吗？莫非你是王？耶稣讲，我是王，这是你讲的。总是，我是为着真理来做干净，我的使命是为着真理来做干净，我为着干净真理来出世，嘛为着这个干净真理来到这世间。我的使命是为着真理做干净，然后耶稣一世人为着干净这个真理。伊受偌济苦，伊绝对无气杀伊的受掉。一个人伊真正若要为着伊所捌的真理来做干净，是大人要甲挡袂牢；什么人要甲挡袂牢？
但一段时间了，你看即个人画出伊家己的希望，然后伊所画出的遐，互伊过去当过伊的，因为听来当伊的人，甲拍婆啊，你真的不容易，而且你已经活出你自己。耶稣一世人受真侪外口的安怎糟蹋、安怎侮辱，伊直直攀伊的十字架，直直到最后，伊阁甲所有军队伊的人讲：，若有人要做我的学生，你着背你的十字架来跟着我，背你的十字架。咱的十字架只有一个。为着咱所相信的真理做见证，为着咱所信的真理付出行动。耶稣讲：“我的使命是为着真理做见证，我为着这个来出世，为着这个来到世间。既然属伫真理的人要听我的话，彼得多搁甲反问一摆：真理是甚物？真理是甚物？因为真理是甚物？这句话，伫咧显明这世间是安怎？逐个人拢伫遐咧争论，一人讲的一种，社会制度、社会福利、军事，所有遮的每一个人，逐个讲的拢无相像。什么是真理？即摆问题是，咱爱恳求上帝怜悯，逐个人谦卑，然后用谦卑。咱毋敢讲咱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咱的努力，我要将我生命内面看作水的一部分，用听，用仁爱，用吞忍，用热情，用实际听甲服务，我要来画出，互你看，互你做参考。我毋敢讲我是绝对的对，但是我要画出，互你做参考。逐个人甲你心内看做水的物件，画出来，互别人做参考。咱毋通强迫别人讲我对，你毋对，你对，我毋对。迄个世间的冲突拢伫遮。什么是真理？无人会当掌握真理，无人会当掌握真理的说明权。中国这几年甲真理落伫手呢，讲因即套才对。今仔日其实我咧讲，这是另外一个形态的世界战争，是逐个人开始发觉，咱太会使去互即因甲世界的特殊破坏去。所以今仔日的战争其实是这个战争。什么是真理？谁说的才算？1917年，罗德马丁伫大学的礼拜堂打出这个95条，对教皇、对天主教会的论证，伊绝对怀疑教皇，甲我还阁青年的时，甲我还阁20几岁的时，天主教会还阁伫咧讲一项，因为通谕是教皇是无误的。教皇绝对袂出错误，因为教皇是真理的代表。到我这个新南院，伫新南院的初期，天主教会也阁坚持伫这个教皇无误论。总是1917年，罗德马丁就打出来，伊绝对无接受这项，伊绝对无认为天主教廷才是唯一的权威。上帝伫教皇以外，上帝伫教廷的真理，佫比教廷的真理较阔。所以，伊反对天主教会的赎罪券，因为赎罪券是讲，咱爱为着咱的祖先用钱去买，祖先死去的灵魂伫炼狱，炼狱啊吼。请问长老教会有迄个炼狱的观念无？因为讲人死了后，灵魂好会上天，歹落地狱。啊，有一寡无好无歹的，迄刻伫倒？刻伫炼狱，了火烧，然后
咱做子孙的，若友好是大人，你就要去甲教会买你若安尼，就会当倒入去伫庙寺内面遐个。我的册架啊，遐有5000万、1亿的迄个银票，要烧互祖先的，要烧互地府的遐。天主教会过去安那咧卖这？恁若是友好恁的是大人，恁就去买迄。然后教会再用这个钱去起遐尼大间的，搁较水的教会。罗德马丁讲 no， 人的得救毋是靠这个，所以该说圣经的权袂使干那伫教会，万人该祭司，每一个人拢是会当带人来敬拜上帝。每一个人拢会当直接甲上帝祈祷。其实过去咱拢袂当家己祈祷，你敢知？也未宗教改革以前，咱拢爱去到神父遐，神父替咱祈祷。今仔日咱会当家己祈祷、家己学乐、家己读圣经，这拢是宗教改革。所以每一摆，这个改革挣脱传统本身就是咧经验另外一个更较丰富上帝的恩典。请注意，基督徒袂使干那带人活伫传统的内面，传统内面有上帝，毋通袂记传统外口，上帝也佫有足丰富的伫遐。因遮挣脱即个罗马天主教会束缚了后，爱几千年的价值就是安尼，因遮开始打落去了，开始译出来，然后咱即马才会当读到翻译的圣经，照咱的语言。第一点是去到伫瑞士的日内瓦 Geneva， 这个都市你去的时，你看到足水，真有特殊。我无故意搭伫遮，我用嘴讲。去到伫瑞士，你会当看到因的国家的记号的所在，因的国家的国旗是啥物款的国旗？红的十字红的十字。你有看到迄个国家国旗的所在，同时你会看到另外一支旗啊。你毋知影啥物旗？七彩旗。毋然有国旗的所在，都有七彩旗。因的交通巴士有一部分往那甲插七彩。了伊遐个工具，毋知你会当想到啥物无？即个是加尔文，咱的长老总上要紧的一个人影响的即个都市。今仔日是全世界上水上先进、互人欣羡的规个国家中间的一个瑞士，日内瓦。伊真正通过安尼伫咧标明，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啥物款的人，就要到伫遮。咱有无共款的颜色，咱有无共款的认同，咱有无共款的背景，咱有无共款的所有的存在，但是咱拢是一体。包括你的性别的问题，伫遮拢平等。遮有一间教会正平遮，是加尔文伫遐牧会的教会。即个中央遮是爬起的台顶讲道的所在，正平即个倒边遮是讲道的椅仔，伊也未爬起的面顶以前，圣歌队的大人伫遐咧进行的中间，也未讲道以前，加尔文牧师就是坐伫即个椅仔，所以只有一个椅仔，只有一个要爬起的，所以早前的牧师若咧讲道的时是徛伫半空中伫咧讲道。咱即摆佫甲遐尼悬的椅仔佫甲摕来到伫遮，这拢是一种的宗教改革。因为道毋是徛伫悬悬的所在，道爱诚侪人踮伫人的中间，所以真侪时阵嘛，有一寡教会佫甲即个讲台佫摕开起来。这拢是一步一步伫咧做演进。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加尔文
咱的先祖，到处原来互人批评，互人赶逐，最后日内瓦这个所在，市政府欢迎伊来，专工伊互赶逐出去，搁甲请转来。对当开始，拜托你伫遮加愿，我要听你的教导，我要互这个都市完全照信仰来起造一个有信仰、尊敬上帝、听人、听土地的一个城市。信仰甲生活、信仰甲社会制度、信仰甲政治运作，拢会当连结。所以咱咧讲，我直直咧讲，长老教会是甲即个议员选议员、选代表，其实这就是卡敏、加林文，伊伫即个教会讲道，伊甲即个教会的制度，怎甲刻伫市政府的制度，刻伫国家的制度，因怎连接起来？所以，这个选举代表议员，这个是对遮来开始。伊为着这个付出足大的代价，互人批评，总是加在有一个教会、有一个都市接纳的，咱三甲来起造，不管别人安怎样攻击。所以，对于就你嘛成功了后，这个制度直直到伫欧洲、到伫美洲、到伫各所在。这是日内瓦大学，倒边这是大学的门口口。这个大门入去了后，就看到一个广场，迄个广场就看见。这个大学纪念4个宗教改革内面上要紧的人，倒边第2个就是加林文，然后带伊的同伴，三甲起造就你话这个都市、这个社会、这个制度、这个政府，然后伊伫遮，伊伫即个校园的内面讲述。伫遮咧传达伊的理念，然后伊伫即个传达伊理念的所在，除了拄则边仔迄个教会，过来就是即个大学，然后即间大学就是伊亲手起的。正做日内瓦大学是欧洲真早起源、自由思想开放的一个大学。今日去到你安尼500年后。600年后的今仔日，你若对日内瓦，阮游览车对主要伫遮大会伫遮，所以阮就伫空档的时，阮就伫遮去拜访遮附近，无论是机构还是附近了，阮就车就怎直直对意大利的米兰、意大利的佛罗伦斯，还是文艺复兴上要紧的所在，然后去到罗马。一路去到罗马帝国，影响世界超1000年的罗马帝国，罗马城，规个心情怎种真沉重。城市影响世界的大帝国，你即摆去到伫遐，除了伊的一寡旧的物件丰富以外，伊的社会，伊的清气，伊的路面乱七八糟，对落啦。大帝国对落啦，除了留一寡遗址以外，这是一个真大的对照。用信仰做中心，人也阁有软正，人也阁有人的败坏，总是也阁坚持伫遐。然后这边这个遮。今日咱咧讲美国，咱对美国嘛会当有足侪批判，迄是真侪无安全，迄是真。但是今仔日的美国，伊的建国的精神，原来是吴越花为了追求宗教自由，所以迄个宗教信仰若得到直直要超越迄个
真理的本质，然后人若摸到迄个真理了，你会发出足侪火花，你怎冲出去？所以这个是文艺复兴甲宗教改革是连结，因为对遐开始有人对教皇甲教会制度开始提出批判了后，要带人开始带人去摸到教会规矩以外，也佫有太丰富上帝的真理，也佫有太丰富上帝的启示，所以加尔文伊真要紧是带人佫倒来伫自然。你即摆倒来伫瑞士，你看到自然重视自然，因为加尔文伊的神学真要紧是伫自然的内面，在自然里面找到上帝，体会上帝。我入去到伫米兰、佛罗伦斯、罗马、梵蒂冈，无论是教会礼拜堂，还是一寡古迹啊，我拢直直咧问一个问题。我故意直直咧问一个问题。我直直咧问，伫游览车的顶面，伫遐还是问导游：现在伫来到即个所在看到的艺术品，还是伟大的人，逐个人拢扁担穿衫裤。所有的人拢脱光光，我毋知各位怎样思考。若咱教会拜几场啊，大部查某拢脱光光的上，恁有法度通专心做礼拜啊无？我入去到伫遐，我直直问：是安怎来到遮？包括礼拜堂，到处拢光光的图。因袂感觉歹势，因几百年来都拢过即款的生活，咱都感觉很碍眼。我故意直直问，这拢是文艺复兴的作品，包括咧描写阿当夏娃，包括咧描写上帝，包括咧都所有，包括即个倒边即个就是青年大笔。伊咧要甲歌利亚对决的时，伊迄个肌肉，伊讲拢规个拢绷紧，血脉拢真清楚伫遐，嘛光光伫遐。迄是米开朗基罗真要紧，伫遐看到你拢是这真要紧的文艺复兴的大师，拢蹛踮伫遮，所以伫咧行每一条路，我拢感觉真神圣。因为遮一寡历史的人物，拢伫遮行过遮的路。人开始伫真理的内面无受束缚，因开始伫咧感觉，什么上水？对上帝所赏赐迄个原始的本质上水，毋免阁有其他的装他。所以，迄个艺术品就是咧显明上帝福原的才情，然后因要用即个去诉说上帝啊，你好伟大！你太会甲阮人整个做个遮尔水，所以甲一寡遐无必要的束缚拢摕掉。所以文艺复兴一个自由的发挥，自由的 imagination 想象，然后逐个人甲你迄个注意，自由的背后是责任。自由的背后，毋是滥用，逐个人要安怎样伫遐？只有一个苹果，伊可能今仔时间伤久啊。这是一个传道者范古，到尾啊，伊甲伊的耳仔挂掉，一世人。伊的图到即句，抑佫是上贵的图，但是伊画的是足凄惨。一个传道者落魄到连生活都无法当生活，到尾佫娶一个妓女，但伊一世人咧追求，甲加尔文共款，伊的图真侪拢伫自然的内面。搁较安怎样辛苦，搁较安怎样无法度通生活，伊咧追求上帝伫传统以外，也佫有一寡，然后伊伫咧追求迄个新的创造。历史过去啦，现在咧证明，
伊是对。所以兄姐即摆换咱佫倒转来讲，伫咱身边有一寡无共款的人，真侪无共款的人，当咱面对真侪无共，包括对你的囝、查某囝，真侪因的无共款的想法。请你毋通伤过批判，毋通伤过限制，敢若直直甲因提醒讲，囝、查某囝、某人袂要紧，你通照你所认捌的你去，但是会记得荣耀上帝利益人，发挥你个人的价值。你要荣耀上帝利益人，发挥你个人的价值，找到你个人生命的价值甲意义。咱真侪，咱的文化留落真侪，若甲我无共款，我就批判，我就压制，我就按怎样，然后用足侪的方式，要逼对方甲我共款，请毋通。佫一摆佫转来伫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谁人讲的才是真理？毋通对身边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人，拢甲互咱做参考。你要好好听你心内上帝予你的声。但顶衰劣的所在，但顶埋葬的，但顶嘛是一个互人批判、互人排除，总是咱看见但顶的作品留落，伊嘛用伊无共款的方式，甲教会无共款的方式，直咧交织。上帝的真理是伫过去的历史中会当找到。但是伫历史也未经验以外，也佫有上帝真丰富的真理伫遐。OK， 转来了后，我随时佫去南市六经的长老教会。1989年，政府开始甲因讲，阮中央政府要来即个遮起一个真大的鱼罐头工厂。听后，即个鱼罐头工厂若起好了后，咱兰屿逐个人拢有工作，所以地方的代表东西，逐个人拢甲政府欢喜，甲政府相甲配合，所以土地就拨出来，啥物物件逐项配合，因为因伫咧听候。政府真正重视因啊，要伫南市甲因起一个鱼罐头工厂，然后遐佫是远洋，哇，足好，5年、10年、7年，直直过。鱼罐头的工厂，工厂直直起来，场地直直起，鱼罐头工厂直直拢也无请人，听逐项拢招标，因发觉。毋是鱼罐头工厂，是啥物？核能1厂、核能2厂。当初遐个甲因咧配合的教会牧师开始大掠狂，中间一个上过我硕士班课程的一个牧师，伊是即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开始大队对抗政府，你的承诺伫倒位，完全是欺骗。所以政府要伫北部去核能市场的时，兰屿遮的人用因的苦痛的经验，带去遐斗抗争，用要起鱼罐头工厂，摕到因的土地，摕到因所有遮的。竟然毋是鱼罐头工厂，是核能1厂甲2厂。访问遐个教会，看见因一个需要，因为伫海中真湿，风真透，海风真透，逐间教会的钢琴拢因毋捌咧调，因为太遥远。因遐也无水电行，所以一寡水电海去，所以我咧想讲，若有。调一2、3个调音师，规个水电会晓捌接水电的人，来去遐8月19了后到24，会当来兰屿甲因斗3工。伫遐有几啊间教会，因1个月会友的奉献才1万块左右，会友的总奉献4、5礼拜的奉献才1万块左右。OK，
这差不多85%-85%-90%拢是基督徒的所在，不交入去啦。我若借用救济品的方式入去，怎甲因遮一个山洞，伫大路边的一个山洞占去，做拜拜的所在。我这个学生看到这个情况，佮组织起来，甲这个赶出去。即摆这个山洞变做灵修的所在。正门遮一个平原，去互人起做土地公庙啊。然后遐个教会佮组织起来，到尾啊，甲这土地公庙赶走，即摆遐拆平伫遐，因为这拢是外来的势力，即摆问题是外来的势力直直入去，财团直直入去，伫咧甲因抢骗租土地，比如讲，即个土地你有2甲，我甲你租。然后伫遐起一个3000万的建筑 ，OK， 10年到啊，左右到啊。你土地啊还我，财团讲，我遮即摆已经5亿啊，你5亿还我，因头有钱，所以财团拢用即个方式开始伫咧侵入因的所在。教会会当创啥物？基督徒会当创啥物？敢若秘伫家己的内面祈祷灵修尔吗？还是爱徛出来照顾、斗关心？真理是啥物？追求真理，活出真理，三甲来去做上帝真理的国度，三甲来祈祷。阮感谢上帝。互阮对历史来看见，有人为着真理赔性命。耶稣嘛对阮讲：“我就是真理、道路、活命。”阮伫基督的内面，真正会当找到外口找袂到更较丰富的真理。阮伫基督的内面找到，阮就对主耶稣三甲来去做，然后佫看到伫基督外面也佫有上帝足奥妙的真理。所以真理毋是干那伫圣经的内面，圣经内面有足丰富的真理，但是圣经以外嘛有真理。伫教会内面会当找到真理，总是上帝伫教会以外，包括伫阿里山，包括伫合欢山，包括伫阮的厝边，包括伫百合花的内面，伫遐拢会当找到上帝的真理。愿上帝互阮真正会当为着真理付出性命，活出阮家己，会当伫真理的内面做啥物？靠主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分享。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第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决心归主是应该，真假善恶时常斗争。到底你活倒一边？阮台目标定新日子，定理行通西微。你所竞选赶紧决定，要点黑暗光明，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来引导上帝对咱的听，咱来奉献。请记得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接下咱请牧师来介绍。咱中间有一个新的朋友相遇，圣元的朋友，来，相遇你伫倒位？郑祥宇，哈哈，伫倒？哦，已经离开了。OK， 咱欢迎伊啦吼。好，我想有几项简单的代志报告吼。后礼拜咱要收圣餐，请咱准备心吼。然后咱端午节，咱有连续假日办公室端午节拜五迄日休困，所以一寡时间报告周报的物件提早。请遮个学生摕到奖学金的。通会当去找尊营长老，然后办公室遐领奖学金吼。8月11有圣礼典洗礼，请紧登记，然后咱准备上课。这样事请关心咱家己的囝、查某囝、孙，毋茫对因信仰的事，这边若陪伴有陪伴迄个一寡拄咧无道的人，请我那鼓励因咯嘿。圣神降临节，咱伫拜五，咱有迄个伫花坛有联合区的联合礼拜，要请男神充满牧师正道，圣神充满甲顺道的精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咱就真多谢遮个白肉粽的吼，真正白家因会苦果袂分迄啦吼。真多谢因来迄个6月生日的好毋好？咱为着这6月生日嘞，咱甲因唱一个歌咧。6月份生日的伫咱这个名单一堆，来，请起立一下，好无？6月生日嘞，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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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都嗨呀，乐你嗨，嘿呀，
落你的，下啊落你的啊，伊就海啊落你海，啊，规个狗仔才干那志明兄一个哈，真多谢你代表6个人哈。今仔日咱也阁有一团的人去伫宜兰，即个时间我来伫宜兰的罗东教会，甲咱甲因三甲伫咧出礼拜，愿上帝施恩赐福以上报告对象。咱阁做伙来吟所要变的圣诗551首。好大好大真基督，好大好大真基督，咱互耶稣救赎，前期耶权搁训斥。毋准伊名受辱，主带军兵着缀伊，直到对敌降服。咱吟第一首第1到甲第40就好哈，咱再徛起来。就带着圣神的气力，对这欢喜勇敢出去，追求真理、探讨真理、分辨真理，然后创造伫真理内面生命的丰富。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同行，对即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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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别倒。施恩的主上帝，甲你、甲你的家，以及甲你手所做的工三甲同在。